准备好你的步步，算到300头梳妆头发，制作回应不用好漂亮的放一头发布。放一头发dancing，黑暗永远 happy，everybody just say oh hey，放放放，不是冲动凶心。开港后，你好，是谁？哪一瓶啊？看你斯坦的泰国太极啊，厉害啊！跟他们说他们的语言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，会马上就觉得这个人是跟我们真心在对话。乡长有给我们一个任务，让我们试试看能不能试营运一个小酒馆。那我可以负责唱歌部分。有新朋友泰港后，哪一瓶啊？帮人用秀英哪一瓶啊？10月13号6点半开始。我们要有一个小酒馆。小酒馆嘅法图，用他示范，用他来聊。欢迎你，大哥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哥，我带我们小队员来这边，当然主要是因为我们明天有一个小酒馆，需要一点食材这样子，借个食材，对啊，上次来哦，我就看到大哥这边有养鱼，英国不是都吃那个炸鱼薯条，我们就来做那个炸鱼啊，这边是加州鲈啦，那边是吴锅鱼，这边是鲈鱼啊，这鲈鱼，鲈鱼哦。哎，等一下，先一个人，我丢饲料，一个人下去捞。没上来。太慢了。我从那边呐，你们在这边，然后我们就看到就捞，这样子。好。捞到了。捞一只哎，哇，我们要。差不多至少要捞个8只哦，8只里面有8只吗？里面有好几只啊，这边近100只哎，100只啊，差不多有。我看我把水降低好了，你这样好捞，应该这样可能捞不到。哦，2只，怎么那么厉害？随便乱捞，厉害，盲捞，在我这边盲捞。其实有一点点感觉，很微的感觉，就是感觉有碰到有生命体的感觉，生命体，稍微有余命的感觉。2只了，来再来，继续。哦呦，哇！我们就是交给温温了，怎么厉害？原来是得靠你了。我赶鱼哦，我把鱼赶过去哦。好。哎，捞到了！你赶鱼，我赶鱼啊，瞎捞。哦，哇！凤姐，你有缺媳妇吗？这个可以吗？有。哎，可以。凤姐有缺媳妇，可以啊。我这好像有。又有了。 6只了，哇，那个好大。 7只哎，7只啊，哎，7只的。哦，我再去了。哎，没关系，先丢着，等一下再。哎，我要吃的。随便捞，随便有。是哪一只？哎，我找看。还要捞吗？好了，可以了。哇，这个大，这个大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好，这个比夜市抓金鱼还厉害。完全不行。那捞鱼我就没什么贡献啦，因为那个池子里都是公鱼，他们只喜欢闻。 就是他只要那个篮子伸出去，他鱼都会自己跳进去。鱼不喜欢我，对。但你知道我其实当下就是可能已经忘记这是等一下的食材，没有，所以我当下捞得很开心。对，捞完之后我的想法比较偏放生。对，我那时候看到一篮的鱼啊，然后温还在那边摸它们，哇，好可爱哦这样，然后我就想说完蛋了，你该不会要取名字了吧？玻璃心要碎了。后来
来我知道他们还是得要成为食材，就是有点跟他们讲说，就是谢谢你们。我觉得最主要是你抱着尊敬他的心，愿意把它吃完。所以我就在想说，为什么温温可以捞得起来？因为他用爱让他们过来，先让他们去到另外一个空间。讲的都是我要吃。所以他们都一直跑掉，因为这边有一个很强大的那个意念下去，这样。哦，现在去买食材了。我准备几道菜，应该有个4样吧。4样，要买些什么？鱼买到了，然后再来猪胆干、竹蛋管。我觉得我还蛮喜欢把 A 原料跟 B 原料，就是想想看它可不可以组合这样。我大学毕业以后，我开早餐店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开了当了10年早餐店阿姨。对，大学毕业就当。不是开玩笑，我早餐店 No.1，那时候没有那种比赛，不然我一定冠军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哎，是这里吗？是不是这里？对。大苗栗。大苗栗，天啊，这名字很霸气。大苗栗黄昏市场。真的。老板，你好，我要1斤鸡蛋。好，80。好。哎呦，按破。安志 C 啊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老板娘鱼货很厉害的感觉。对啊，中卷我这个大小要10只，10只中卷，白虾要几斤？白虾要3斤。3斤。我刚看那个，哎呦，烤鸭不错。哎，这鸡也看起来很厉害，熟鸡。我这脑波好弱，什么都想买了。对啊，你讲用嘛该做呀吧？会番薯反瓜。会番薯反瓜哦，用芋头跟地瓜跟南瓜炸，叫榨菜，火炊。偏婆的哦，唔买仔的呀。哦。哎呀，不好吃的。很好吃啊。好吃。10块呢？这个好吃。哦，竹笋是紫色的。没颜色的是鲜肉。哎，那我买30个。黄色的迄韭菜，黄色的迄萝卜丝。不要紧啊，10块就低了啦。是啊，就低了，抹茶啦。抹茶啦。顺便课语教学呢。我很敢讲，我就乱讲，你还听得懂？镜头吃到好吃的感觉给他看了。你有觉得好吃吗？好吃啊。真的哦。好吃哦。好吃啊。很有名啊。姐姐，你帮我做一个表情好吃的感觉。乡亲都非常热情，每个乡亲朋友可能闹你的大旅台，他们可能会认识我，然后就会很开心来跟我们打招呼。打招呼啊！安志 C， 大家都认识吉娜，因为大家都看客台。哦，我们消防演习也是，大家都认识他，真的。对，大家都认识吉娜。闹你的大旅台。大旅台，没错。先切掉。不是，不用那个不用切掉，你就先这样。直接就下去了哦，来，然后再尾巴一段，片鱼，然后其实也片得满满的，这个不知道到底怎么弄比较好。那后来是怎么办呢？后来就是村长跟村长先生帮忙做。枫林村的村长。对，一切都是感谢他们可以有这一些的食材。哇，这不容易切开啊哈。厉害，好哟，好了，厉害哦，没有哦，一点都没有哦，好呀，再一次吧，恐惧加3级要再一次，再一次哦，慢慢来，你慢慢用。这是大苗栗黄昏市场名店。我们要青葱、蒜苗、辣椒、嫩姜、马铃薯、番茄、柠檬都要在这边买，7个。8个，蒜苗称个半斤好了。半斤哦，好。2把，就做香菜酱。香菜酱8两，半斤。好，可以啦，可以，好，给你。老板，我要鸡腿15只，帮我去骨好不好？15只都要去吗？对。以前是我有，你有1600，花光光。对啊。谢谢，老板。我们来数海鲜了。这样多少钱？2300。2300哦。我差80块耶。没关系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啊。对，谢谢老板。谢谢。已经花光钱了。哎，真的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谢谢哦，谢谢。安子 C。
是啊，你要怎样？你要帮忙，你要往里面倒啊。对。哦，哎，你们回来了，耶，哇，超多菜的，菜档在那，爆买啊！英轩哥去那个请假了，请假了，已经出花了。那片鱼，还有试着明天片完了，哇，真的好棒！哇塞，哇，这是舞台的概念吗？没错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好啊，这个叫来。要跟他说好吃好吃，跟谁？跟这些肉对，催眠他，好吃好吃。好吃好吃。我要做佛卡夏，自己做的佛卡夏非常好吃。你是在自卖自夸吗？不是，我是说，这种东西自己做会很好吃。真的。好，要切鱼对吧？会。它应该不用斜切吧？你就是这样直条。对对，没关系，反正是果粉。我们在备料，没错。你看起来是有在下厨的人。我是。我跟你说，他很厉害。我没有很厉他当了10年的早餐阿姨。Oh my god！ 而且他是大学一毕业就开早餐店，好厉害哦！超厉害。你干嘛推我？没有，我要过。你觉得我在这里很碍事？不会不会。会。我要做鹅肝酱。可是你不是要用那个猪肝做吗？哎，被你发现秘密了，要把它混合在一起。哼，这么多秘密，我们是不是团圆？天的亮，呀，好可爱哦！叫我了。呀。好。50啊。好，开心就好。点心点心。当做50，跳舞的地方。这样可以吗？你看。可以。你看一下。哎，可以哎，感觉很完美，很厉害。哦，这就胆肝吗？对。这要切片吗？对。哇，那感觉好难切哦。不会，它是粉干的部分。但差不多比例应该就可以了。没有啊，完全没有照比例啊。就凭着你厨神的直觉。我也是这样想。哪里？我把打你。哎呀，很好吃要不要？哦，鹅肝酱。My God！哎，我帮你那个搅一搅好不好？因为我怕你。好，对，然后。这好赞哦！我这个冰在冷藏里，明天就。不要把冰箱上锁。猪胆肝酱。哇，好特别的。那它是配什么？它可以配炸的东西。哦，这个好，这样子很清爽哎。对，100分。赞。其实那一天到买完菜，我已经觉得很累了。可是，一回来做菜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蛮开心。而且边做就会边叫大家试吃啊。哎，觉得好吃，我心里就觉得好像不错。其实我觉得你蛮累的，可是你嘴巴不说。他不会说，但是宝宝心里感受。本来以为要收工了，但是我看就是买了很多外食回来，我觉得不太妙。我们还要备料，我们还要洗菜，真的都是我们自己来处理这样子。然后就听说有人准备备料备到12点了，然后隔天又早6要起来，真是血汗工厂的概念。但是呢，成果我觉得非常棒，一定来参加的一定会竖起他2根大拇指。
好。谢谢。你们做完第一个见面之后，今天等一下也有有奖征答。太感后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又见面了。但是我们今天队长是第一次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洪都拉斯。哎，欢迎。很奇怪，没有做表演介绍也会有掌声啊。对呀，那首先我们就邀请我们的狮台消防队的队长。队长很帅哦，各位乡亲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今天真的气氛不一样哦。今天一早来大家都充满了活力，大家都很开心。那下一回我们会问问题，答对的呢，我们就来送奖品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开始就送了。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有宣导一来就送的？有。就是这一场就这一场一来就送了。只一场哦。对，来，发生火灾打119，对还不对？好，先试看看。都对，来送。大家都要送。谁答对了？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大放送了，大放送下去，很简单，但是越来会越难。越来越难哦，会越来越难哦。队长其实他真的很用心呐，然后我也看出来，就是说，你们所有人都改变了，一开始就有奖征答，那个气氛就吵起来了。对，我就在想说。对啊，要怎么样让乡亲他可以在吸收这一些正确的防灾知识，然后又可以有一个幽默的那种互动方式。遇到火灾的时候，要尽量往高的地方移动。圈还是叉？叉的螺纹在哪里？你如果你有发生火灾，你当然往上跑。对，来，没关系，我们是一个概念一个概念。好，所以我们先不用住在几楼啦，先不用想那么复杂。我们先不用想太复杂。他给了房子，我家上3楼我们假装5楼的房子，好不好？那个木哥很坚持木哥很坚持。观众要求3楼如果发生火灾的话，是不是要往上跑，好不好？那你出口在哪边？出口在哪边？哇，这个逻辑是对的被问倒了。被问倒了。你这题，你先不要作答，可以。你有想法，我们再好好。等一下我会详细。那为了不要影响说你帮我们作答，我先送你一题。你先休息一下，我直接给他礼物，说拜托你这一题不要答了。我快笑死。因为我觉得他是很完整的想知道整个问题的结构，他真的已经开始设想说是他们家，他逻辑清楚。1、2、3，叉，都是叉的，恭喜答对了！答对了。我们这一题一人送一盒的卫生纸。太棒了。遇到火灾的时候要赶快躲到浴室里避难。对，圈还差。我这次就给你机会了。对。大家都是可以讲了哟。为什么不可以躲在浴室？我们家浴室有2个，好，一楼一个，2楼一个。对，不知道要躲在哪一个就对了。对，躲在浴室，你就做你代表。好，我们家1、2、3楼都有浴室。对，如果2楼有事情，我就躲3楼；3楼有事我就躲1楼这样子。我们有6个出口。你们家有6个出口。哎呀。那大哥你家很安全对啊。我真的从小到大没有听过有人家里有6个出口，所以阿贝家应该是豪宅啊。吃到阿木伯，你可以邀请我们去你们家里拍摄一下6个出口是怎么回事。哎呦，家里的锅子着火了怎么办？烧起来了，怎么办？对，哎呀，怎么办？哇！先戴上手套保护自己哈。太大，救我啊！谁要救我？小队这边呢，我有发现说，其实他们的默契也是越来越好。在我可能说错了或是有口误的部分，他们也可以来就是做一个补充。然后也帮助我们非常多。那像我们今天的一个第3场，我觉得是在乡亲们他们的一个反应是非常的一个热络，非常热烈这样子。消防宣导的时候啊，就顺畅很多，超棒。第3天很完美，对啊。第3天又好笑。那后来第3天就整个放得很松。对啊，笑。第3天过松了。对，过松。想不想要看队长抛水袋？想。掌声不够，抛不出去哎。尖叫声！没有，因为他
他这个湿的，哎，这个湿的。他学到很多怎么搞笑，他接下来就要朝演艺圈发展。其实我这3天来的那个东西啊，很多都之后还可以再沿用，对，再稍微改良一下，进化成比较好的一个宣导的方式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带给他们这些影响，其实更希望的是他们能够把这个影响给推广出去，正面的发展，就是永续经营。这个东西如果一直变成是好的事情，我们做这些事情就有意义了。对啊，而且我觉得不止消防宣导，有任何很多的那种宣导都可以用这种方式，让大家一起同乐哦。你就不会觉得说啊，今天有宣导，虽然是一个宣导，但是大家还是很开心。应该要有趣，因为他们就会知道说这样的宣导有奖品可以拿，对，有歌可以唱，然后有笑话可以听。在左边，在左边一点。左边有啊，卡币。对，在卡币，看那个左边一点，左边一点。哎，吉娜，你是第一次参加实境节目？是。那你觉得录实境节目跟你之前经验有什么不一样？很真实。很真实。对。就是不管我遇到的人呢，然后我们各种，尤其是单位都不跟我们讲要干嘛。对。我们也很真实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并不是说作为一个表演在做这件事情。很累吗？很累啊！我根本没有在6点起床的好不好？本来也是说唱歌业，我不知道怎么就变2厨了这样哦。然后还提供了一道菜色，我们刚刚吃都没请后，我觉得我好忙哦，我身上都还有油烟味，然后要准备登台作秀。我们来取菜名，有几样菜啊？讲一下有哪些菜？6道啊，第1道佛卡夏面包鹅肝酱，第2道炸海鲜，第3道酥皮炸薯块，帕玛森哦，帕玛森哦，对，是不是有？有啊。4蒜苗胆干，5炸鸡卤鸡腿，6烤蔬菜，最香炸海鲜。驻村烤时蔬，驻村烤蔬菜，小队卤鸡腿。驻村小队什么的，鹅肝酱，鹅肝酱，小帅帕玛森，马森又是一个人，我到底怕什么？小帅帕玛森这个人，小帅帕玛森，我很怕马森。这就是那个面包哦，佛卡夏。我现在就要出炉了。啊，等一下我们会拿那个气炸锅跟烤，就是回烤啦。哎，我要撒盐巴。那还是要加。佛卡夏斯坦最香炸海鲜，没人帕玛森。盐巴跟撒。没人帕玛森，没人帕玛森，没人惊就对。没人惊，模拟羊。你有写过书法吗？有啊，好好看。全村没人，毛利没人。全村好像比较可爱。全村哦。你不要咬我哦。你不怕这个啊？它很可爱。哇，我觉得好可怕的。它超可爱，我刚刚还放你身上跑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我说我放你身上哦。身上会起鸡皮疙瘩。洪哥，你有见过他吗？哎，没见过。哎，你好。是我们的厨师的师傅哦，小帅厨师的师傅。所以小帅是你的徒弟了哦。哎，从某种角度讲是这样，是这样子哦。所以你是在帮忙我们的，还是是来看看我们？我希望是来吃的，但是来小酒馆参加的。是哦。我有担心他弄不来。哦。
小心哦，帮我移下面。你要躲在我的后面。不够咸，不够咸哦，因为我没有加很多再上一层。师傅，跟你介绍一下，这我师傅，柱哥。他说他来当客人，你知道我们今天有50个人吗？他一听到说哈这么多，他说哇这个不行不行，然后他就开始拿那个围裙，他就开始做了。他说我跟你讲，现在就是这个人全部清空，然后我们到时候能摆几个盘子就摆几个盘子，能做他讲的，他就开始指挥，了，变成主厨，他直接开始坐这个位置了。我以为今天只有我要孤军奋斗嘞，不过竟然不是我他要唱歌，他要表演，对，其实是歌手柱哥，他是金曲歌后哎，对啊。宽宽啊，做花耶啊，是宽宽啊，是宽宽啊。Oh my god！ 可以吗？不，慢，我是说赞。我好知道想骂脏话，好好吃哦。你们应该要讨论说大概 presentation 会怎么样吧？没有哎。来啊，那就来讨论啊，刚刚好，顺便来一个一个都来，拿个盘子来，开始试一下。然后原则上 A 就是视野比较好的，原则上比较早定位的，我们就会让它到 A 区这样。那我们今天的点餐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均一价。就是跟小帅讨论以后，我们单纯一点，其实就是300以上自由定价。就是因为基本上我们这个费用是为了我们整个舞台剧的工人使用，所以其实没有硬性规定。好，开始了吗？我们要开始喽。其实就是300以上自由定价，就是因为基本上我们这个费用是为了我们整个舞台剧的工人使用，所以其实没有硬性规定。好，开始了吗？我们要开始喽。有一些心得，对，可以写下来之后就可以写复评吗？当然可以。那谁不好？最喜欢看到复评。对。OK， 对，好，那请戴位。好，戴位。陈小姐2位 A3哦。这边请。好，梁小姐2位 A3 喽，陈小姐2位。这样子。好，这边。等一下。好漂亮哦。收到吗？我有收到，我怎么回应？你要回说收到。好，收到。没有声音耶。不要太懂，不能同站，我按着你的。你不会等，你不能这样子啦。要讲话都这样。用听，然后回答才按。我们这边就是 mark 起来，请后场出餐了这样。温温就会在这边。对，我要细人分饰2角。欢迎光临。你们想要喝什么呢？有没有啤酒？要啤酒有红酒、白酒、气泡酒，看你们想要喝哪一个。我想喝啤酒哎。那我想喝气泡酒。好，马上，好，先这样假装一下。啊，谢谢。啤酒、气泡酒。好。然后谁要带我们过去？对。要带我们过去。A3在哪里？A3在这边。小心。好。帕斯里等一下全部切碎。是要切碎吗？对，要切碎。好。对，你面包要的波卡夏你就拿出来先摆一下，看1份要怎么摆。我要拿个盘子吧？对啊，拿一个盘子试一下。可以把它切成，想要再小一点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把它切成1半，然后1根3片吧。也可以哦，好哦，这不用回烤，这不回烤，就冷的也可以。这可以吃呢，这样子啊？对啊，回烤也 OK。你这个颜色比较深，这样子怎么办？就先摆着。对，先摆着，我们看一下。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吧？3面包就没问题。应该不会。陆哥，这样是300块的东西哦。这是超过300块的东西啊！哎呦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们不觉得吗？我觉得，对啊，还有加饮料啊，还加饮料，还有酒。帕斯利哦，对啊，等一下切点帕斯里。好，我来切。哎呀，你就最后撒一点这样子。哎呀，那我跟他们讨论一下。对啊，你跟他们讨论一下好不好？去跟他们讨论一下。对啊。试试看啊，这个酱也是我们昨天自己，这一定很好吃的啊。这个随便这样裹蘸面包，然后这个炸海鲜刚炸起来，好香，超级香。哦，是宽宽啊，厚丝末，好好吃哦。这个酱好好吃，这样可以。好吃，这好吃，高级感，真美味。可以啦，光这一个面包加这个，我就觉得可以卖300。
哦，这真的好好吃哦，太夸张了。这有学过哦，这德意之作，德意之作，我还德意志共和国，德意之作。嗯，但这要现炸了，有点可以吃都可以。嗯，差点可以。那等一下那个他们介绍可以讲。对，嗯。这个面好硬。哎，吉他手。嘿，来，你怎么来？走路来啊？游泳来。哎，洪哥，麻烦你了。这冠子哥，哎，冠子哥，洪哥你认识吧？哈。哦，那个影帝，被灌了这样。当夜晚来临的时候，我总会望着天上的月亮，看着它是不是还是当年李家的我。今天是一个充满了感恩的夜晚，接下来要邀请金曲奖客家女主唱吉拿罐子，掌声鼓励。然后我的红毯在哪里？在心里。我就自己这样上来了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把舞台交给吉拿罐子。欢迎罐子。嘿嘿嘿嘿，理所当然。各位，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，也是让大家重重感受到说，我们一起来完成一件事情。今天就要有很多的验收成果。刚刚在门口已经有很多的乡亲在排队了，真的。所以我们要给我们自己加油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把手伸出来，来，记一点，好，我说，啊哦，最强驻村小队做点么？开工了！来，各司其职，走了。各位球友好，我们小酒馆即将要开始营业啦。好的。嘿，你好。这边可以的，他们也可以先上去的。这边是那个13的4位。13的4位，来，请这边请。这边请。有没有要喝酒？啤酒不用钱。然后吃饭吃一吃，然后看看风景，然后还有一些音乐，感受到人们更热情，对，不一样发展。这里面讲一下有4位。厨房4位哦。好，4位收到，谢谢。下面4份嘛哈，然后4份，再有3份，对，先抓好。下去炸的时候就投食，再抓食下去。来，你们要有酒精的还是没有酒精的？啤酒、红酒、白酒、气泡酒。他们只要一进来的开始，其实就在我们服务的范围里面的，像温温的那个位置，那再像我的位置，然后我们一些我们幕后工作人员，他们知道说登记的、带位的，你比方说你的位置再怎么带，
你还不能够带到说，哎，不是正确的位置。我那时候本来讲说，哎，C2希望 D2 低望，到底在哪里？开始跟老人家一样 ABC 是什么？好险我那天有凹那个。 对，云南师傅的那2位妹妹来，对，帮我们送菜，外场很需要。帮我们写一些心情，看今天东西好不好吃，节目好不好看。OK， 尽量都写好。写完都写。很佩服你耶，因为你几乎是掌控全场的节奏，没有你在可能会有干。其实也还好。3个的，好，来4份 service。 等一下，接下来会再等一下了哈。等一下，我们有很多很精彩的节目，好，我们再休息一下，节目马上开始。怎么样？吃得惯吗？对啊。还可以吗？吃得惯吗？那个厨房哦，跟被散弹枪打过一样，完全打。然后你再没有一个头脑很清晰的，比方说几个人哪个位置，几个人哪个位置，那个是一团乱。而且那其实是事前准备的很完整，才有办法。 手忙脚乱的，对不对？手忙脚乱的，对不对？太好了，又多了一个生力军。我一定是来帮忙的哦，我不会是来搞乱的。其实子莹也是帮到很大的忙，就是在她进来之后就开始在帮忙，而且她其实本来今天就是也是来当客人，责无旁贷，他必须要帮你的忙的。而且他在我们2个在家做菜，他就本来就是这样。是哦，对，他就会来帮你，他就是一定会帮忙。我们做菜没有分说哦谁干嘛谁干嘛，我们连洗碗都会洗啊。哇，这是一种晒恩爱，是哈，放闪哈。好，各位师坛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开不开心？我也好开心哦！有多久没有在这样的夜晚跟大家一起吃饭了？多久了？很久，感觉好不好？我是感觉很好啦，但是我们的厨房很忙。厨房呢，从昨天晚上忙到现在，就是为了要给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用餐的时刻。我们来欢迎一下施明帅，他手上还有一些面粉呢，他真的非常辛苦了。我们再次欢迎温真菱。听说你们是看 FB 来的，你是看谁的脸书？看我的粉丝哦！掌声鼓励，待会我为了你，我唱一首歌给你。好，那接下来要开始进行我们那个非常精彩的节目了。没错，那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金曲奖客家最佳女歌手吉娜罐子。大家好，今天东西好不好吃？好。好吃，鸡腿好吃吗？好吃哦，鸡腿我做的，谢谢。好吃，等一下可以私下跟我说哈，不好吃就不要讲了，谢谢哦。今天到了他的主场了，他的那个歌曲啊，他的每首歌的那串通力特别的强，没错。所以你们如果想要点歌的，尽量点，可以点，尽量点，好不好？尽量点，对，尽量点，我不一定会唱哦。还是不会唱的，我都来唱。好，红哥一句话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会唱的，是不是算唱？对。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吉娜罐子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有别乡，跳舞过沙的庙，祝牛是群在跳一望。下个苍有准备好掉，创作黑暗的期间，迷途你一条一碗饭，讲你听听。是一梦一世的快乐有满足，你在身边笑容，把将来星光都是暖的力量。平安幸福也因成功。前一天
我帮忙片鱼，然后弄完我就赶去垦丁拍戏了嘛。早上拍完以后就一直跟剧组那边说，如果我今天可以2点半就结束，那我就直接赶就直接赶回来，应该有办法在7点左右就可以到。但是因为实在是回程的那个路上又有塞车，所以赶不到更早1个小时的车。因为它1小时1班。对，1小时1班。要不然我其实真的有机会可以早1个小时，6点半就可以到。对，开始就到了。没错。掌声欢迎谢小林老师。谢小林老师。小林老师，你干嘛？谢小林老师是我们不止客家，我们全国知名的说唱艺术家。日头像月光光的月光节，月光季啊！而且我们老师是有领过歌星证的哦。对啊，歌星证大家有听过吗？没有50岁没有听过这种东西，好不好？哎，你没礼貌哦。哦，对不起，60岁了哦。我的时辰还没到呢，所以就直接先表演了。也可以啊。对啊，好，我先休息一下了。先休息，来。哎，他没有麦克哦，有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我主持节目来第一次完全不按 round down 来的。我们没有 round down。然后他也不晓得不分青红皂白，他就把小林 Q 上去，他就一直以为说他要开始表演了，所以他把那几块板子都拿上去。所以我说那就干脆就顺水推舟，就让他把什么3块板子捏，对，喊黑影，对。哎，顾到真顾到，讲骗人就背骗讲，睡大点就作杀บอก，雕蛤蟆就演对讲，天竺国就骗给2条索，珠三公混牛角，咱民众混条脚，咱枕头去捉落河。台灣頭選到台灣面，捱日特死咧忌水惡，42月12月1月寒氣熱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2月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2月8、7、6、5、4、32月7、6、5、4、32月6、5、4、32月5、4、32月4、32月32月22月寒氣熱，怎麼會啊？哎，刚刚有看到了，我们小林姐手上拿了3块，这个叫做木板，不是这样子讲啦，2块叫玉子板，加起来叫3块板。哦，你会吗？我会啊，真假的？鼠来宝，响叮当，今天来到狮潭乡，有押韵哦。好，头昏昏。脑胀胀，水汪汪，3前有个吹出腿，3后有个吹腿出，2人上方来比腿，不是吹出腿的腿出，还是吹腿出的腿出，噔，谢谢。有没有人要挑战的啦？来啦，有人讲笑话，我们请乡长讲个笑话好了。乡长，来，乡长，李白怎么死的？哦，李白啊，哇，李白，答对的有1万块啊！哎呦李白怎么死的？赶快想啊！结果没有人想到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从4、3、吃死的。乡长好棒，乡长超棒的，乡长已经把我当家人，他直接一直在我最配。你们有看到他扇他去？我在他后面。对了吗？不对，不是，还讲到不对，还打我。3、2、1，没有人知道哈。好，他知道。没有明显。来不及了。李白是什么死的？怎么死的？失血过多死的。好有学问哦！诗人失血过多了。那我们艺校退休都通常会怎么样？邀请他来加入我们的顾问，对不对？哦，他就去要印名片嘛，就一看，怎么是对顾门少一个口不见了，你赶快再去重印过。对，他就再过去印嘛，就印再印回来，然后再来看，结果变成顾门口。点了一个大汉堡，单点一个大汉堡，店员就给我大汉堡跟一个薯条跟一个可乐。我说不对啊，我是单点呢，那可乐是附的吗？店员就说不是，可乐是 drink。好，今天真的机会难，你们4个
人已经在台上了，我们时间也差不多。差不多了。好。哎，那今天最后啊，大家在台上可不可以合唱一首歌，我们就 ending 了，好不好 ？OK 啊，好不好？朋友，这首歌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。朋友没有问题，现场的朋友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不可以？可以。可以是有版权的歌啦，我们到时候唱朋友，然后你就放我的音乐，好不好？我们是现场限定，可以吗？可以啦，怎么不可以？大家一起来好不好？来，麦克风。我真的认为吉娜她的那种感染力，对，让我们都很想要参与在她的那个音乐里面。哎，她很快乐。我一直有一种她接下来就要跟我们待到整个结束的感觉，因为她真的是太大，对，她真的太重要了，超重要的，她真的太重要了。而且控场跟及时发挥，还有所有这些，而且她又会做菜，然后再唱到最后面，她最后面的那种，就是把那个地方当夜店。对。哇，有人写好多哎，超多，大家分一点来看看有没有想要刚好拿到读出来的。其中一个是那个小朋友，有3个好巧，那个小朋友很会画画，对，这3个小朋友就是看 FB， 然后我们 po 文之后，他来参加我们的小酒馆，是哈，对，这3个小朋友啊，对，食物跟节目安排的很好，谢谢你们来诗坛，谢谢诗坛，温温好亲切，好漂亮，好喜欢你。红哥最棒了！哎呦，英轩够义气，赶回来跟大家一起赞。这边有一个人说赞了，小帅不要再偷吃虾了。再写错了，真的再写错了。没关系啊，那不是重点。他说就不要再偷吃虾了。真的好粗哦，好粗哦，虾好粗哦。哇，这个不行哎，这我看了这会好感动哎。做美好的夜晚，就是遇见一群好人。哇！我喜欢今晚的料理，还有欢笑，还有很多的笑声。为什么又有一种杀青的感觉？这边有一个，我觉得他蛮有心的，而且他把我们每个人都画上去。今天的小酒馆之夜也到这边结束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大家记得把你的卡片哦，你今天晚上的感想都可以写给我们的最康小队。各位乡亲们可以锁定我们的粉丝团哦，近期还有很多活动哦，我们还会有很多机会跟大家一起，希望大家再来共襄盛举，觉得好玩的话就多常来。上海撩，开场，那是谁？朱纯生追。帅！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在我床头放这个。是我同学啊。他是我聘请来的老师啦。老师。我们今天有第2堂共学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弟弟老师。我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演戏，结果樵夫就得到了3把斧头。你们想不想演一次？好。然后我用游戏的方式让他们知道说，演员是在干嘛。嗨，等一下我们会先顺走，那顺走我们一样是会把一些之前没有排过的东西再拿来细排。这个剧本写的还真的蛮好，乡民们他们的演出也让我觉得有很多想象。不可思议！兄弟！